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4月14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6篇第5节到11节，以赛亚书42章第1节到第9节，以便来书第9章11节到15节，约翰福音12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无灭绝。今日开始就是咱咧讲的圣周，耶稣基督的受难周的开始，也是耶稣基督最后一摆进入耶路撒冷的一个礼拜。今日开始的几天内底经文拢有4段，所以要请兄弟家己来研读。牧师会分享短短的信息。请大家家己养成好固定的灵修习惯。伫即几天的中间，咱照着圣经的记载，看到一发生的代志。耶稣基督互伊的好朋友列撒罗对死过活，对安尼互伊的名声大响。嘛做成即个法利赛人、经学士甲祭司的目眶红，想要来害伊。因为遐会违背上帝旨意的选民的私心，颠倒互大受欢迎的耶稣基督陷入美丽杀机，正做弱势，正做牺牲的羊羔。以便来书嘛记载耶稣基督伊来成做大祭司，为了世间人的这个罪来担任这个大祭司的职务，也却互家己来成做这个大罪的羊羔。透过玛利亚伊所拍破这个拿达的羊羔。来高抹耶稣基督，为着伊的受难来做准备。因为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有预言耶稣基督将来的受难。但是基督的受难，上帝要伫迄个苦难中来保守伊。亲像以赛亚书42章的中间。所讲的话，就是受伤的芦苇，伊无压止；要花的灯火，伊无灭绝。简单的经文，却表达出真无简单的应允甲救恩。上帝要安怎来保守伫迄个苦难中间的人？伫困境。危难中间有上帝的恩典保守同在，可能亲像出来记的分条以及暗暝的火条同款，不但代表上帝的同在，更加代表着上帝的保守的恩典。因此记载圣经伫记载讲，上帝创造天，嘛甲天开，伊造地甲地上的万物。将开来赏赐予世间人，赏赐生命予地上得生活的人。这位上主，咱的上帝安尼讲：我上主来调你实践公义，我有牵你的手保守你，通过你，我甲万民定契约，要予你做万国的光。你要开失明的人的目睭，予受关的人出感觉。或者伫黑暗中、地牢中间的人得到自由。我是上主，这是我的称呼。我袂将我的荣耀予别个生命，袂将我的称赞归予偶像。看咧，早前的事已经实现，现在我对恁宣布新的事，伫还未发生以前，先讲予恁听。恳求迄个帮咱
求主要帮助咱，互咱伫迄个苦难的中间，犹原有坚定的信心，来相信上帝的应允。因为伊应允咱，伊无灭绝，伫要花一定火，伊无压制，伫要长会落位。另外的经文，请咱家己来读。诗篇36篇第50到51节。上主啊，你的慈爱悬到诸天，你的信实到伫穹苍，你的公义亲像极悬的山，你的判断亲像深渊。上主啊，人甲精生你拢管过。上帝啊，你的慈爱赫尔宝贝，世间人拢来美伫你的十个的保护下面，因要伫你的厝享受丰富的宴席。你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，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，对你的光愿看见光。愿你继续施乐慈爱，互捌你的人，施乐公义，互心内正直的人。毋通拥稳骄傲的人，骹吞踏我；毋通拥稳凶恶的人，手赶着我。感谢上帝赏赐救恩、保守甲稳定，互一切相信的人拢会当得到上帝的应允，互我毋免惊担心拄着灾难来得到救赎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